你會發現咧，你喺唔經唔覺之間咧就躺平咗。過去3年啊，你有冇定過一個咧令到你自己都興奮到咧瞓唔着覺公司增長嘅目標？定係每年咧都係順其自然咯，做到幾多咪做幾多算咯？當你聽到定目標呢3個字嘅時候，你嘅內心係充滿期待，定覺得唉定下咯，定下都唔知有冇用㗎啦咁。如果你答案係偏後者嘅話，你可能咧喺不知不覺之間成為一個咧冇意識躺平嘅老闆。咁樣唔係話咧你唔想努力，而係你自己都唔知道，已經喺市場嘅不確定性入邊，慢慢咁失去咗前行嘅力量。好多咧人到中年嘅老闆覺得躺平咧呢啲係後生仔嘅嘢嚟嘅，但事實上越係咧資深嘅掌舵人咧就越容易喺不知不覺之間躺平。咁原因咧係你見識過太多嘅風浪，而家咧市場咧變得太快，連下一步咧都未諗清楚，又點敢再去設定一個有驚險嘅目標咧？如果你發現你都有以上嘅情況，呢條片咧可能係會改變你公司未來1年嘅命運。大家好，我係 Benny 黃希志，歡迎咧大家翻到嚟快樂商道。今日呢條片我就咧會同你拆解點解你會無意識咁躺平，就會咧扼殺咗你嘅生意增長。同埋呢個源自於2800年前嘅古老系統，點樣可以咧幫到一個做濾水器嘅女老闆喺3個月入邊生意由浮浮沉沉做到咧有7位數字嘅業績增長。無論你係做醫療、汽車嘅周邊產品、大健康，定係咧濾水器品牌商，大家咧都好似面對緊同一個嘅困境，唔敢咧定一個目標。咁啊點解會咁嘅咧？咁我諗過，由社會疫情到而家北上消費，大陸嘅品牌咧集香港嘅市場，仲有關稅變動、經濟波動、AI 嘅突破，甚至乎咧而家再冇咧平庸嘅生意。喺個市場咧就好似玩緊開盲盒咁。今日有個客，聽日咧就可能會清零，聽日咧佢政策一改，成盤生意嘅計劃咧就全部要推倒重來。人咧喺呢種不確定性嘅環境入邊咧，會有一個咧本能嘅反應。心理學咧我叫做認知固化。知咧係我哋嘅思維模式趨向僵化，會習慣翻咧沿用舊嘅經驗、觀點、舊嘅習慣去處理呢啲新嘅問題。所以咧，當我哋越喺困境越棘手嘅時候咧，反而咧想即刻揾到一個咧確切嘅答案。一旦咧揾唔到答案嘅時候，你就會焦慮退縮，最後咧不如索性躺平啦，冇反應，反正咧都唔知點做啦，不如冇諗太多。喺心理學咧，我哋叫做認知閉合。咁啊，究竟點樣咧先可以抗拒擺脫呢一種咧無意識嘅躺平？喺我班學生入邊咧，一個成功嘅故事咧，想同你分享，證明答案咧原來唔係學更加多嘅銷售技巧，唔係咧盲目咧咁去放廣告，而係咧換一套全新嘅商業系統，一套咧源自於2500年前嘅古老經典講嘅種子法則。好多老闆咧聽到古老2個字咧，就會覺得哇靠唔靠譜㗎？呢啲嘢係咪一啲歷史嚟㗎？事實上呢套系統嘅核心咧係有效到你諗都諗唔到嘅。你想得到啲咩嘅結果？無論係業績、客戶嘅增長，定係咧利潤嘅提升，就要咧先種下咧相對應嘅因。而呢一個嘅因種子唔係靠你日日死去加班，而係咧針對宇宙運作嘅底層邏輯，令到你可以咧聚焦喺真正有效嘅行動上面。你可以完全咧唔去理會市場上面嘅變化，只需要咧掌握真正令到你成功嘅規律，就能夠將不確定性變成咧確定性嘅機會。佢冇教咧點樣去揀啱嘅賽道、拍短視頻、落 IG 廣告。好多咧老闆躺平係因為咧已經失敗咗太多次啦，亦都咧揾唔到能夠突破嘅方法，就唔敢再諗自己真正想要嘅目標，因為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但係咧種子法則就會幫到你，由唔敢諗到寫低個咧震撼到自己嘅目標，上一套科學嘅方法，一步步咧將你嘅目標變成事實。更加重要嘅咧係呢套系統會令到你重新翻返去咧擁有好奇心嘅自己，因為你會發現原來咧生意增長咧並唔係咧取決於市場有幾多個機會、幾多個變數，而咧取決於你自己種咗啲乜嘢嘅種子。咁當你咧見到自己嘅努力種下嘅種子慢慢結出咧你想要嘅果實嘅時候，你就會重新點燃翻你對生意嘅熱情，唔再擔心變化，因為你會知道無論市場點樣變，你都會咧有一套方法係可以應付嘅。啱啱咧有一位畢業嘅學員喺香港咧做咗好多年咧濾水器嘅生意㗎啦，前2年一直咧都浮浮沉沉。咁啊，大家做生意嘅老闆咧都有同樣嘅經歷，冇乜特別嘅增長，最慘嘅時候咧可能1個月嘅營業額都唔夠6位數字。咁啊佢自己咧都喺度諗緊使唔使轉賽道啦，定咧點樣去做新嘅生意，甚至乎咧最尾想放棄。最後咧佢聽到另一位嘅同學咁透過種子法則咧突破咗生意嘅樽頸位。佢係帶住好奇心同埋咧，不如死馬當活馬醫嘅心情咧嚟上嗰個課程。當我同佢傾完之後，幫我咧定咗個咧有挑戰性目標，
3個月入邊要做到咧7位數嘅營業額，業績咧係過往咧從來都未突破嘅一個數字。當佢睇住啲目標嘅時候咧，覺得喂，我哋係咪黐線㗎？做到梗係開心啦。但係 Penny Sir，我3年咧生意都冇增長過，而家要定一個3個月衝7位數字嘅目標，根本咧就冇可能。我同佢講，你唔好諗冇可能，因為如果你用能力定你嘅目標嘅時候，你永遠你嘅生意都唔會增長㗎，因為你冇目標咁去學習新嘅事物。但係當如果你定一個比你能力高嘅目標嘅時候，看似冇可能，學習其實幫你帶動住你能力提升嘅過程。你只要咧聽話照做，跟住種子法則嘅步驟去做就可以啦。喺種子法則入邊咧，好多具體嘅方法，例如咧點樣用特定嘅方式去幫助同行、服務客戶，調整咧你自己嘅心態。佢有位同我分享話：喂，當生意好少少嘅時候，心情好嘅時候，喂，我記得種子法則㗎，我覺得要幫人嘅。但係咧去到擺展覽嘅時候，哇！曾經試過咧，全日都未試過冇客冇生意嘅。當其時咧，個腦袋就一片空白，忘記咗咧所有我哋教書講種子法則應該做嘅事情。但好在系統咧幫到佢手，去提醒佢。你係關鍵嘅時候，你係玩下算啦，定係咧玩真的？真正改變咧，原來咧永遠都係發生喺你最唔順利、最想放棄嘅時候。佢下定決心，咬定牙關，就算啦生意淡薄、生意差都好，都堅持住個系統，繼續種種子、淋花、分享、播種。加上咧課程俾你一班同班嘅同學互相咧加油打氣支持，甚至乎咧幫佢揾出佢嘅盲點。結果你諗係點？喺畢業前個幾個星期，原本咧去打定輸數噶啦，點知埋數計啱啱好3個月就完成咗7位數字嘅目標。呢個佢本來 Mission Impossible 嘅任務，最尾咧竟然咧做到咗。但係最令我感動嘅唔係咧佢做到7位數字嘅業績，而係畢業嘅時候佢眼中有光，好篤定咁咧同我講 Penny Sir， 我2026嘅目標我已經咧定好咗啦。今次咧再唔係咧要挑戰更高嘅營業額，而係咧我要提升公司嘅利潤，等我可以咧有更多嘅資源去做我咧想做嘅事情。你見唔見到佢分別啊？佢嘅改變唔單止係銀行戶口多咗啲 money 嘅金錢之外，而係一個從唔敢諗、唔敢要，用能力去定目標嘅躺平狀態，變成一個有希望、有信心、有好奇心嘅老闆。呢一個咧先係最寶貴嘅。市場變幻永遠都係常態嚟㗎啦，冇錯。但係老闆嘅認知同狀態，先至咧你公司最大嘅定海神針。最後咧，我想大家分享一句咧我心底入邊嘅金句：唔好俾不確定性帶走你嘅夢想。真正嘅商業智慧係用一套科學嘅系統，將阻力變成助力。你唔需要咧再逃避 AI， 唔需要咧再逃避市場變化。只要你嘅認知提升咗，無論環境點變，你都可以咧乘風破浪。如果咧你睇到呢度咧，覺得自己咧都有少少無意識躺平嘅跡象，唔使驚。第一步咧就係承認自己需要一個咧全新嘅藍圖，冇咧花好多時間咧再睇啲碎片嘅知識啦。你需要嘅咧係一個完整嘅系統，幫你由內到外重新咧激活你生意嘅潛力。嚟緊我將會一場分享會逆轉商機，會深入淺出咁教你點樣運用種子法則，設定令你興奮嘅目標，一步步咧落地去執行，將不確定性變成你嘅優勢。最後咧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最近一次定目標係幾時咧？你嘅2026年生意目標究竟係乜嘢？歡迎咧你喺評論區度分享，我會咧揀3個朋友免費咧咁幫你做分析你嘅目標可行性。我係 Penny Sir 黃啟智，專注咧教授空性同種子法則，教你輕鬆做生意，成為身心平衡嘅成功企業家。如果你咧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share 同埋 comment 啦。唔想咧錯過每星期嘅內容，記得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下條視頻見，拜拜。